啥物爱我一世人，害我感情半只重，痴情来对你了戆讲，如今才知一场空。早若会知，你会来变这款，嘛袂为你心茫茫。啊，啥人袂怨叹，心爱的人，装甲水水嫁别人。苏阳门一路新娘。闪光人脚光魔头中惊人，历史一名一日不能随心应手。闪光人之闪躲消磨了义勇之气力。最后中惊人得使用玄元一气，兵极志雄。呀！志雄避了玄元一气，攻入心北，多地不起落。此时中惊人怀念英勇义剑。皆不杀红雾断肠人，哈哈哈哈哈哈！这个时阵，志雄叔叔在要救咯。吕伯君紧紧掂着刀兵去，但是不敢轻易下手。金仙大汉的带着千年兵霜，特别赶救姚小红，正在被十数名妖道困境。混了哟！我来你了，莫来你那么混样哦！大汉特别发出五指闪光咯。啊！好你装气啊！将妖刀被打得东倒西歪，暴跳起窜。哎呀！咱哦无法度人转去到车房楼哦，行大路啊查着，行小路啊查着，啊愈来愈济。啊，真假仙哦！我甲你斗阵哦，有够衰尾呢！闲啊，敢若有做无食的，后较蛇。好咯。哎呀，你安尼甲人上山哦，一定捌乱赢妖的。咱首先先来选一个饮食店哦，先来演见一下哦，啊，再我来行咯，对无？卖老总，你讲呢有你也无你，安尼对啦。咩不对？我叫，所以啊，相公伫咧争斗，我唔敢话你咧，赶紧来食一条爽快的。哦，选我啊！啊，你到底是有卖啥物？真假仙啊！迄老选哥是苏延文的太太呢？啊，这个敢好做选哥是哦？我是听乱去，我是讲选哥，就是讲哦，乡选查某囡仔，或者选哥，这是真文雅的语气。我哋硬片讲的拢未准确，我听做选歌去，哦，传歌就对啦。是啦，人去，
阮内面吼，伫咧卖羊肉包、虾仔饺、鸡汁馒头。哦，羊肉包，啊，讲虾饺，啊，讲鸡叶软软的馒头。是啊，几人份呢？安尼拢咩人份？啊，咱三个人尔，买到8人份。啊，你一个人食6人份，你晓袂记啦晓？啊，对啊，我一个食6人份的讲，呵呵。师尊，冰山已经得到手咯。看来，哈哈哈哈，真好真好。昔日你脑筋灵活，令伊弟此不费力气，为所钦佩你。真简单啊，师。人若结误的时阵，就是自顾者，伊就疏忽安全，所以才食到含微分药的肉包啊。然后安尼，迄批人你是如何甲伊处置呢？将甲伊放在船店后房的所在，因三人也未死哩，一对时就会醒过来啊。幸亏无伤害人命。这条冰霜是万教最属目的珍物啊。师傅，这种的物件对人类有何益处呢？有所不知，传说400年这结果，食落到底益寿延年，长生不老。所以金吾明主现中现，派出真侪人伫咧找这个物件。什么人若是会当找到这？会当接受到这个金乌旗。哦，金乌旗是？我细详细你了解，金乌是金色的牙钢，牙钢约有100支卡。咱这个周围800里大约有100以高，所以呢，100高组成了金乌霸族连锁会，会主就是为明主。哦，啊，明主是生做什么款模样呢？伊徛咧远远的所在，看未什么清楚，是稳稳现现。伊的声音真特别，与众不同。伊是灵知过去未来的大仙角。但是这数年来，会议的时阵，伊拢冇出席啊，拢总是由这个蒋基生代理就对啦。前日啊有出席宣告，两件伊一生最重要的代志。第一件就是讲，伊得要做100回大寿。第二件是什么人来当找到这个千年冰霜嘛？伊得要讲述金乌旗一面呐。师傅，金乌旗是有什么作用呢？有所不知，一旗在手，万事兴通啊！真假仙殿勤工会营走真紧，到底唔知为什么代志。同时大汉的也对背后伫咧甲伊对。各方面连锁会会员带礼物，纷纷特别到金乌北族连锁会场去甲明主做大寿咯。同时，文世先生甲5人头的也特别去作寿咯。这个寿堂搭了个真水呢吼，无怪啦，啊，就100回才做一摆大寿尔，是。明主就要出来哦。明主驾到！大家看这个明主生啥款？文世啊，你捌看到啊捌？我是捌听名，拢捌看到，叫做金乌霸族连锁会明主现中现。现中现也唔到牛人中的牛人就对啦。唔是啊，迄个现是乌啦，乌中乌，哇，太溜啊嘿！我俩准讲牛人中的牛人，当时也是乌中之乌啊哈，那个看一看，欣赏欣赏。海河修天不乱天，为我万丈劈不天。多少年积山水中，也能百好元修炼。天中现寿业，各位会友驾到，本明主万万迎喜迎多多了。好势了，明主，今日就是你的大日子啊，众人心心虔意，要所在甲你作寿啊。多谢。今仔日恁大家拢爱讲好话，若是好话讲上好，迄个会当接受我一支的灵旗啊。这个旗若是互你握在手中，万事 OK。
嘿，哎哟，安尼看这个名字，安那有去留学哦。啊，这个声听了那安尼熟悉，红片佮兼回音。哎呀，点啦，咱是要来讲拜寿的，毋能讲歹话啊！拜寿开始。祝大寿，大拜拜，永远未夭寿。听咧到哩哦，祝安好，再来开响。明主百寿千寿万寿，明主先寿真假先寿。等下要讲啥？啊，姓寿无疆，姓寿。恭祝明主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。明主，这个礼物是我略表出意，请明主你甲我收起来看详细，才知影讲这是世间的珍物。太我原来，晒头。是啦，明主，我是袂晓讲话，不过我诚心全意，也奔走东南西北，所摕到这条请你关系，这是秘物啦，哈！但是秘物是秘物，也是非常珍贵的这个物件，请明主你看详细，甲我接纳。太我原来，晒头。明主，你误会，看详细哩，唔是菜头啊，绝对唔是菜头。你所知影，我若专门的教主当靠姜老爷，哪敢用菜头来甲你作寿呢？也唔是，菜头是菜头，是表示好菜头啊。明白？本座非常爱赢的菜头，你真了解我的心理。听我边哩，好，这边，同我你哦。迈开寿宴，何将贵宾同乐，温柔离开贵客，马上就回头你来了。哦，伫当时啊，你是做遐尼大的明主 ，You know speaking please？ 你咧讲啥？拢莫甲我闹声。我的人恶欠啦，欣赏一昧欣赏，若是艳美不艳相，敢对唔是艳相不艳美，这叫做神秘中的神秘，叫做现用而现啊。任老三，若讲伊红兵官翻伊若乌中啦，迄我是买啥物呢？迄我若买啥物哦？伊鲜衫龙皮，换新皮啊呢？哦，安尼我即马才了解讲，你实在非常牛的就对啦。所以啊，严文伫咧讲，用乌必有味哦，咱不管是啊，若是爱变暗如意的身份，甲刚较会相换，看别人较大呢，看家己较小呢，迄就是温州的作风啦。我跟你讲，当外老祖毋知拗落去，夹下包包夹一粒了，吃啥物味？再种安尼火都爱困嘞。我恁两个做走回足无意思呢。外老祖啊，要算这个物件吼，应该咱因的啥人啊，都无法度通甲咱提去。迄个女神，用迄款啥物药啊，互咱压咧，咱混去，安尼咱验香。妹啊，红番也是入来咱的养用呢。再有个伫你当中，盐坏，面肉先讲，下水面小三两话咧，我甲你讲，有哪什么人不认识？伊叫我莫讲啦，你莫讲，我就莫请伊臭叉。老弄啊，你若一条明红花根等于叫女新娘，啥话？唔是，你姚小红爱要，你道理啊，甲要我好声哈，我有男有爱意啊。袂当转去，所以你就爱讲我这个腰伤风听，我为了这条名声血眼所马林呢，换安好，弄换安好，北方就这个小红把我同迎，一
同情就会产生爱情，要若有爱情的话啊，我就会当向伊让分啊。呀，伊若是哪样？啊，好啊啦，好啊啦，食到100岁啊，佫想得要娶某，无意思。我哪有100岁？啊，你今仔日毋是做100岁生日了，遐金鹅霸族连锁会拢来甲你祝寿啊！迄骗人的啦，迄无影啦，我汉下岁，我种少年呢，我今年才34尔呢。哦，安尼遐，我甲你后来你会记吼？会啦，我正来讲话就对啦。啊，但是啊，毋过你脏水好神呢，是安怎？占魔，那占魔。啊，你就知影，迄苦海女神娘伫咧爱无言文啊。希望伊毋是苦海女神娘，也希望罗明熙毋是小言文啊。诺啊，你讲伊是就对啊啦。哦，我准备来去啊哈。啊，你两个爱咱们转来哦。拜拜。禀报教主，迄个乌蝶牌的蒋本人捡一个青梅刀，抬一个手动一支，呀好呀！变青梅刀担两一支香，啊是安怎担？我讲互你听啦。世上的艺人，青梅刀一灵。伊每日透早都在这个土地公庙所在，奉敬土地公伫咧练伊的青梅刀。这个时阵，我伫创啥？你毋知啊？伊都伫咧拜土地公，你煞毋知？是安怎咧拜土地公？这阵土地公是外兴外灵的呢。吼，你甲想，一个青梅人。也安尼哦，钱存遐尼济，遐尼好嘢，还有百外家的水果园，还佫娶迄个某遐尼水，迄毋是安尼尔了。迄支刀啊，切好神对，一摆个死100只，好神啊，叫xuất嚟到地方做2遍呢，迄毋是安尼尔。这支刀哦，弹伫咧半空中啊，迄个飞禽飞鹰啦，啥物款的哦，拢总叫断掉啦啊！伊你非常的厉害，就对。是安怎？伊哪有可能呢？青梅人哪有可能？绝对靠这身土地公的，伊的财产哦，拢跋缴赢了，跋缴赢，嘿啊，先煞叫土地公甲伊做媒人，毋则带着水牵手。哟，你安尼讲是要安怎做？我甲你讲咧，迄阵土地公甲伊头请到咱兜奉祀啦，刷落去啊，咱就来拜托小地公哦，甲咱帮助对。土地公做人啊，足小脾眼的咧，爱食肉爱食酒啊，咱每3顿用酒肉来甲伊奉敬，也都有求必应了。希望土地公保庇我娶一个美娇妻，希望土地公保庇我赢饺赢真济。两个贪心者利用青梅刀拜神之后，以点下行的功夫，特别偷请土地公咯。因两人却唔知影青梅刀听觉、触觉、偏觉非常的灵敏。呀！那三位，头声人的土地公无成功红南乡，你也安尼讲我啊？民主是安尼啦，因为伊嘛是咱的会员，所以这是民主关的啊。往起来嘛像哪里啊？安尼赶紧甲说明，调员我咪个，来我遐红我新闻，好，遵命。哪个行的堂？阮个比个多高？阮个比个多高？阮我。嘿，什么名什么？有何原因一算醒来？我是乌蝶教的蒋文人啊，我姓黄名孔啊，为了请土地公去用斩首啊。咪我，什么咯？在，你姓什么名什么？姓秦名灵。安尼形容。你为什么无端害人啊？毋是无端杀人，
是无乱害人，意外，谁有清楚？两个人鬼鬼祟祟，也锁伫锁对我的身躯边过。我想，这是要甲我暗算。因此，我这个青面人为了保护家己的生命安全，所以我才发刀去哦。安尼应当的防卫。好，范应仁，我哩，证人在。你姓什么？名什么？我姓王，一名叫做嘉义。你今日攞什么营业？我做拖水，贴砖啊，师傅。安尼好。咱呢，我已经别弄了风台咁样少内哦，你先啊嫌嫌呢？明主，我是贴细地，唔是咧贴大地。喂，水，来啊！我阿你们重大备战的大班，来呀！明主开声声，如何？乱说我。是啦，你安尼甲我拍嘛，真无道理。你拍嘛像你唔讲，你讲贴细呢，唔是贴大呢？哼！明主你真大行，你们是哪里行啊来？你安怎看下面安怎害人？一说清楚。我有白杀，你就女伢难。我都有一天输掉啦，真无聊啊。透早安尼去咧山间行咧，透一了新鲜的空气。听到人在咧争吵啦，就是迄个青面好掉来的，甲这个啦，两个大咧冤家相骂你咧，我大甲伊偷听偷看啦。这个青面甲咩安那呢？讲好，你这真不输鬼哈！你敢偷看阮某洗身躯？伊就甲伊坐咧讲无啊，我哪有偷看恁某洗身躯？黑白讲安尼。两个大三正四正，迄个青面，迄个怪啊，怎啊跳起来，杀！安尼一支手就叫连落啊你咧。没来啊！我讲上去拍，上来拍。好！哎呦，来呀！东亚人高呀，人民团结。原来你是金毛霸族连锁会明主嘛？要是咩安那？我爱你领大队大破暹罗门，迄你放回我唔阿面，顺我者生，逆我者亡啊！迄死话万一大人红某，安尼好，相杀！离奇！真假先特别点出离奇的功夫对付庄稼人哦。这边面闪光人甲断肠人奄一息，接近着死亡的界线路。高明杰甲姚秀凤联手再度对对付背后的吕伯军，变化如何？请看最精彩最后的3集，苏彦文一女新娘。